等你好耐啦，快啲入嚟。你有冇諗過自己層樓隨時變咗草草嘅大麻種植場？英國使用嘅大麻90%嚟自出租物業，每年警方檢獲價值2.1億英鎊嘅大麻，單係大倫敦一年就揾到超過400個大麻場。到底發現咗之後，業主有冇權即刻趕走租客？首先要知道，如果你明知租客種緊大麻而冇報警，你自己都可能犯法，刑罰最高可判5年監禁加罰款。所以一旦懷疑，千祈唔好自己處理，單純報警未必夠快。你嘅法律武器係 Section 8 Ground 14。好消息，Ground 14可以即刻入稟，唔使等一般嘅2星期通知期。壞消息，法庭排期隨時等幾個月，甚至9個月先正式收樓。所以證據係你嘅明燈。業主自保4部曲：1. 寫日誌，記低巡查發現嘅日期時間； 2. 報警攞 Police Reference Number； 3. 發 Section 8通知書； 4. 上庭，用1、2步嘅證據說服法官驅逐係合理嘅。如果懷疑嘅係隔離鄰居嘅單位呢，你唔係業主，告唔到佢。但可以留意呢幾個 warning signs： 窗戶用銀色得 tape 封死，漆黑一片；屋頂雪溶得特別快，成日有雀仔聚集；風扇嗡嗡聲不斷；屋外有過量加固。一旦發現，即刻匿名報警。警方可以申請 closure order 封屋，最長封鎖6個月。新法之下，揀租客、管物業、留證據，每一步都比以前嚴苛10倍。如果你係海外業主，經遇到呢類麻煩租客，不妨 WhatsApp 我哋傾傾，等專業團隊幫你防範於未然。